直係割地。割地，割地。香港根本就唔係一個主權國家，所以佢冇自己嘅領土。香港土地嘅主權擁有權係歸屬於中華人民共和國㗎，所以唔存在於香港割讓咗西九站俾國內，完全唔係。毛孟靜呢個講法咧，就將香港變成一個獨立嘅國家，或者係佢想推動港獨。如果佢要收回嘅一國一制嘅一個人大決定廢除基本法就可以啦。國家係要好有呢個希望同埋好有承諾去執行嘅。20年佢亦都冇話將一國兩制廢除，反而係更加堅持，唔會擔心係將譬如話九龍啊、某個旺角啊去變成一個執行嘅區域。因為點解？佢呢個好清楚就係高鐵發展。其實佢係以民主嘅名義去抗局，任何喺大陸嚟嘅嘢咧，佢哋都要抵抗。咁不論你好，不論你唔好，不論你係有冇解決方法，佢都會用不同嘅理由，譬如法律嘅理由啊、人民恐懼嘅理由啊，而去抗局。西九個地方係一個好昂貴嘅地段，使咗好多時間、好多工程，你去做一個如果係冇效不成效嘅一個交通工具，會浪費好多香港納稅人嘅錢，對不住香港人。我覺得唔好再以抗共作為佢哋嘅目標，唔好要對抗國家發展作為佢哋嘅票源啊！因為無論你點唔接受國內嘅發展係全世界有目共睹嘅。香港一個咁小嘅地方，你要同國家嘅發展去抗衡嘅話，將香港嘅市民嘅利益放於水火之中。